流星堂 Talk of the Park 流星劇場花語第8集紅玫瑰。歡迎光臨 Voice Park。唔該，我係收到你哋嘅短信通知，叫我嚟呢度聽錄音噶。小姐，麻煩你俾個 file number 我啊。0316。好。哦，個 file 已經揾到噶啦，麻煩小姐跟我過嚟呢邊啦。唔該。呢一個係耳機，之後你 click 開呢個 file 就可以聽翻噶啦。知道啦，唔該。Poppy， 你好，我係薄荷。今日係行程嘅第一日，你帶咗我嚟呢間餐廳，我真係好中意，好多謝你。我有一樣嘢好想同你講，希望唔好嚇親你。其實你失憶之前，我係你嘅朋友，不過當然你係唔記得咗我啦。只係朋友咋？乜唔係男朋友咩？當你聽到呢一段留言嘅時候，我已經離開咗香港3年啦。講大話，你係同天使一齊翻咗去天堂。你幾好嘛？你仲做緊導遊啊？我覺得你唔太適合做導遊。記得你以前同我講過，你好想開一間屬於自己嘅花店。冇啦，你走咗之後我就辭咗職。希望你嘅心願可以成真。大約喺2年前，我同阿哥夾份開咗一間叫做花語嘅花店，因為我記得你送俾我嘅3份禮物嘅意思。我都識你哥哥噶，佢最近點啊？仲有冇寫書啊？阿哥，佢暫時冇做醫生啦，平時就留喺花店嘅工作室寫書。今日出版嘅《給初菊的花語》就係佢用我哋嘅故事嚟寫噶啦。如果佢仲有寫書嘅話，希望佢本書會大賣啊！你呀，要收翻佢錢啦，佢唔使度橋都寫到本書。我知道你過去發生咗好多事，但係無論點，我都知道你哥哥一定會係你最好嘅支柱。不過講個秘密俾你聽，你哥哥份人絕對係重色輕友型，有女朋友就唔會理你噶啦。所以你要記住啊，你一定要先下手為強。當你快過佢遇到一個真係對你好嘅人，你千祈唔好放手啊！都有嘅。年半之前我都遇到一個唔錯嘅男仔，不過我仲未有勇氣行前一步啊。佢呢喺出版社度做嘅，負責阿哥出書嘅事，所以成日都會嚟阿哥個工作室噶。如果你有男朋友，唔知道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佢份人都幾好噶，平日對人又有禮貌，做嘢又有交代，中意寫文，又識畫漫畫，都算係文青嚟嘅。我都好想見下佢，可惜我應該見唔到噶啦。不過我信得過你眼光，如果唔係當年，你點會揀我做你做你嘅朋友？聽到啦，有人喺度曲線讚緊自己喎。Poppy， 我知道今次嘅留言對象係你，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。對於失憶嘅你嚟講，對我嘅感覺應該只係一個陌生人，但係你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朋友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真係3年之後嚟聽呢一段留言，但係我依然想借呢個機會留言俾你。我嚟咗啦，薄荷。你唔係陌生人，你係一個我好珍惜嘅朋友。Poppy， 過去係點並唔重要，記住要幸福咁樣去過每一日。好啦，都差唔多啦，再講我都唔知講啲咩好啦。你都知噶啦，我講嘢根本就唔叻，再講耐啲我就會 dead air 噶啦。就咁啦，白雪妍，再見。薄荷，再見。如果失重兩肩，感慨萬千，太累沒法可入眠。你能讓眉頭積雪落到我手心裏，
無望花又再現。我清楚你的心一切弱點，有誰讓你數心跳？愛如願隨年轉口，換你會贈一吻，到四季於一笑。花田遇上了春暖，花瓣下雨灑風中轉，百之千回就放開秋色掩面。老情人心照不宣，冬雪每卷情感會亂，誰醒已是明天，仍期待下一花季可再見。情深不見底，不必怕，原始會承受你的改變。我從未要你解釋，沒有名分的吻，無望花枝不須知。明日黃花作一燕，百之千回，時日流轉不了斷。好情人有聚有別，總可再遇抱擁每段，再相已是明天。長留在我心的你，不會變。愛如願隨年轉口，換你會贈一吻，到四季於一天。唉，好攰啊！白雖賢，幫我沖杯茶啊！唔得啊，我要準備訂貨啲嘢，你自己去沖啦。喂，白雖賢，你可唔可以體諒下你呢個名作家紅蓮哥哥啊？話晒我用咗超過1年時間，好辛苦咁寫咗本書，之後今日又好努力咁幫班 fans 簽咗6個鐘頭名，再之後就算攰到死，都仲記得要買個飯盒俾我個妹啊，即係你食啊！你有個咁高富帥又有才華，病咗又會即刻幫你睇嘅醫生作家阿哥，你知唔知幾多城中少女會葡萄你嘅呢？哦，我講咗咁多嘢，都只係答我哦。你呢啲嘢成日都講噶啦，又話自己係作家，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冇驚喜。我係一個作家，但我正職係醫生啊。係啦係啦係啦，好叻叻啊！喂，白雖賢，你最近成日喺度窒住晒啊？做咩？有人追你好開心咩？有人追就梗係開心噶啦，好過你啊！成日都成個宅男咁留喺屋企。我作為一個有自信嘅宅男，34年嚟拍過3次拖，
就喺我想拍第4次嘅時候，我就要宅喺屋企，咁都係為咗要寫書養我個妹。各位聽眾，如果我唔係咁做，我個妹就會冇飯食，冇錢讀書，冇錢同男朋友拍拖噶啦。我咁努力，都係為咗對得住死咗個阿爸同阿媽嘅啫。係啦，你 FF 出嚟嘅嘢，聽眾聽到晒噶啦。我諗佢哋呢，就真係信你。志奇啊，我使你養，我冇翻工嘅，我翻旅行社嘅錢仲多過你啦。啊，你好煩啊，你快啲去瞓啦，聽朝仲有第2場簽書會噶。家陣9點幾咋，點瞓得着啊？嚟，妹妹乖啊，同哥哥傾下偈先。你同阿峰去到邊個step 先呢？關你咩事喎？咩唔關我事啊？佢係同我同一間出版社噶，加上我份人又太好啦啊！成日都好愛我班同事兼朋友。結論就係我係好關心我嘅同事兼朋友。Oh my god！ 你唔係以為我想關心你啊嘛？咁你咪去問你嘅同事兼朋友咯，做乜問我啫？咁我打埋算盤，跟埋計數機，用埋 Excel 加埋心算，比起我同事兼朋友，我又好似同你係熟啲。問你點都快啲啊嘛！啊，白書俊啊，其實呢，你知唔知自己喺度講緊啲咩？其實就真係唔係應該就話下，就唔係好知嘅。算啦，我都係瞓下早唞啊。哦，你由我咁拜咯？你拜咩啊？我而家去瞓覺，唔係出門口啊！早唞晚安 ，good night，夠未？阿妹，早唞。我呢個究竟咩構造噶？歡迎光臨，阿峰。早晨啊，你咁早嘅？哦，出版社話有份文件趕住俾醫生簽，咁我經開呢頭咯，咪順手攞過嚟咯。阿哥佢仲喺工作室瞓緊覺啊，不如你放低啊，我幫你交俾佢啊。舒言啊，今日放工可唔可以約你食飯啊？其實薄荷件事都2年啦，我知佢嘅事令你對於要開始一段新嘅感情都仲有啲負擔，不過我真係好中意你嘅。我都知薄荷嘅事，阿哥一定會同你講噶啦，因為佢都想我哋一齊。有人我同佢傾開書嘅內容，佢話個故事係用你同一個叫薄荷嘅人做藍本嘅。書入面嘅男主角小荷就係薄荷，而女主角初菊就係你。係我叫阿哥將薄荷嘅事寫成書，身為佢嘅女朋友唔記得咗佢，我可以為佢做嘅就係幫佢喺呢個世界留一個佢生存過嘅證明。其實嗰件事最後係點噶？醫生話當時薄荷最後離開嘅時候，只有你同佢一齊。佢有問過你薄荷講過啲咩，但係你冇答佢。哼，如果我講晒啲嘢俾佢知，佢本書咪成本唔使佢作咯，梗係要留翻啲空白位俾佢寫噶啦。原來係咁。書入面講小荷同初菊最後見面嗰陣，天使為咗報答小荷，決定私自用晒自己所有嘅法力，幫初菊恢復所有記憶。而天使就因為精神力過度消耗，化成輕煙消失。最後初菊再一次記得小荷，令到小荷冇帶任何遺憾翻去天堂。當然呢個唔係真噶啦，因為直到依家我對薄荷嘅記憶都係得個3日噶咋。我知道咁問可能唔係咁禮貌，但係薄荷嘅事係咪你拒絕我嘅理由之一呢？阿峰，我知道你中意我對你嘅印象都唔差，但係我一諗翻薄荷係因為我而死，我個心就會好亂，唔知自己想點咁樣。如果你又好似薄荷咁樣，你係覺得同我一齊，我會好似薄荷咁因為你而死？點會啊？係，我知唔會，但係總之就係成日會自己亂諗嘢啦。我相信薄荷係想你記住佢嘅心意生活，而唔係要你記住佢係點樣犧牲。其實3年前薄荷走嘅時候，都有講過差唔多嘅說話。我要走啦。咁快？我都唔想女天使俾佢阿頭鬧。係呢？嗰個銀雕嘴你有冇帶喺身邊？有啊，喺呢度。呢個薄荷圖案係代表我，
尋日送俾你嘅薰衣草，佢嘅花語係等待愛情，而最後今日送俾你嘅3支玫瑰，就係我爭你嘅一句說話，我愛你。點解你會話用爭？我唔係好明喎。以前我嘅性格內斂啲，加埋又成日要忙讀書嘅事，同你一齊嘅時候，所有情侶會做嘅嘢都幾乎冇做過。我就連一句簡單嘅我愛你，我都覺得唔使即時同你講。但係原來人生真係好化學，以為自己仲有好多時間，但係唔知道下一秒會發生啲咩事，所以一句你好想聽我講嘅咁簡單嘅說話，我都冇講過出口。呢3樣嘢加埋，薄荷、等待愛情、我愛你。薄荷會喺天堂等待你再一次愛我。Daisy，我愛你。呢個秘密我冇諗過會話俾你知。我送呢樣嘢俾你，即係我單方面想將我要同你講嘅嘢換一個方法講俾你知啫。如果唔係阿哥，我真係會咩都唔知噶。由第一日起，我只係想用一個普通客人嘅身份去同你相處，估唔到最後你會知道晒我哋之間嘅事。不過我而家將呢個秘密講俾你知，唔係想要你即刻中意翻我，又或者想要你多謝我，而係我想你知道，你過去空白咗嘅人生，其實係有一個人真正咁樣愛過你，你唔係孤單一個噶。薄荷，對唔住啊，我真係唔知可以為你做啲乜嘢啊。你可以為我做嘅事，就係帶住我呢份心意，好好咁樣生活落去，而唔係記住我點樣為你犧牲。我已經係一個過去咗嘅人，靈魂同人類始終本來就唔應該相遇，所以由聽日起，你要再一次忘記我。Daisy，人嘅生命有限，唔好俾過去束縛住自己。你真係想喺天堂度等我？講真噶，我真係唔知天堂係點噶，天使都唔肯話俾我知。我只係睇過一啲小說，講人死咗之後會變成靈魂上天堂，好多年之後就會同生前嘅人再遇見。如果你到時真係見到我嘅，到時或者再考慮下我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真係要走噶啦，Daisy，好多謝你，我而家可以帶住呢3日同你創造嘅新回憶離開呢個世界啦。你送俾我嘅禮物同相簿，我會好好 keep 住噶。薄荷，多謝你為我做嘅所有嘢，仲有多謝你愛我。白舒言，再見。我想还是会对你毫不保留，即使你脸上笑容不是为我，我多想占有，多渴望你仍属于我，怪我没资格给你更多。活在回忆之中 The prime time with you， 你在新的生活片刻是否想过我？ I am sorry and I love you， 我多想对你说，只怕说再多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就好，我唯一奢求你幸福就好，我会做一个好观众。你的现在，你的未来，不再有个我，想要给你的太多，能给的只剩下祝福。流星堂流星劇場《花語》第8集《紅玫瑰》。
聲音演出：翟耀輝聲演薄荷，Fanny 飾演白舒妍，龍哥聲演白舒俊，老虎仔聲演阿峰，Joyce 聲演 Voice Park 店員，編劇卡卡，製作 Kelvin， 監製 Fanny、Joyce。我多想挽留，多渴望牵住你的手，怪我没能力继续守候。我还活在回忆之中 The prime time with you， 你在新的生活片刻是否想过我？I am sorry and I love you， 我多想对你说，只怕说太多也改变。